我一定30几岁啊。是，你话你30几啊？我30几啊。哦，看不出来呢。我知啦，看起来咱漂皮的少年兄呢。我嘛是才缘投啦，空20几岁的时阵共款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耀丁。最近网络顶管有人咧提议啊，提案，嘿，建议讲要让咱的小朋友，不是国中、高中生变成9点半开始上课，上到下晡5点。哦，我先插播一个。是。你讲咱的国中、高中生是小朋友，你是表示你感觉家己无少年？你讲我怎么听听着，可能这个会用插话插这个我年纪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就紧甲转过来。我咧讲哦，我一定30几岁啊。是，你话你30几啊？我30几啊。哦，看不出来呢。我知啦，看起来咱漂皮的少年兄呢。我嘛是才缘投啦，空20几岁的时阵共款。对啦。啊，也毋过吼，我感觉吼，即摆高中生跟高中生，伊也9点半上班吼，其实吼上课，嘿，上课，这个提案吼，一定超过5000个人附议，这就是讲，离咱有一个讲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，是，讲有人提案，这个平台吼，其实吼一定足久啊，嘿，一段时间内底有足侪提案，有一个有一寡吼提案足笑亏，嘿，譬如讲吼，有的提案吼是咧讲，吼盐水无合法。安尼提案这个人一定足册盐水迄个味。有的人就是无介意食盐水啊。但是我感觉这安尼未通过啦，我个人感觉，人盐水有的人真爱食，像我就感觉盐水足芳的。我嘛是。你若使提案讲盐水无合法，咱盐水加盐水两人组反对这个提案。所以事实上，这个提案了后，有一个审核的过程，所以这个提案审核嘛无通过。这袂使因为你个人的介意甲无介意去禁止介意，去互伊讲话你盐水无合法。啊！你叫遐种盐水的要安怎？对啊，要安活落去。啊！你叫遐爱食盐水的要安怎？对啊，吼，对啊。还有咧，还有吼，还有三色豆。啥是三色豆咧？我甲大家报告一下，三色豆就是第一豆，就是红菜头丁。红菜头丁，红菜一个正方形。迄大家拢知，就是红菜头啦，啊个番麦粒，啊个荷莲豆籽，啊三种有无？咱去食炒菜，咱去食花，牛排，边仔拢会放一撮有无？对。啊是讲后生囡仔营养午餐，伊嘛甲当做一项菜。对。啊，就是有一个营养素，认为讲安尼袂使啦。因为迄个番麦粒啊有无？迄个番麦粒是算。淀粉5谷杂粮，对，迄个豆仔嘛是豆仔，嘿，豆仔嘛毋是菜，内底是菜，然后红菜头丁，所以你袂使讲哦，我这做一项菜，因为我餐就要做一项。啊，有的人讲这做歹食，伊嘛要禁止这。但是这个嘛是袂通过。嘛是袂通过啊。系啊。也毋过吼，咱回家咱这个学生啊，9点半上班这件代志。上课。嘿，这件代志啊，上课啦，上课啦，毋是上班啊。我因为我即摆已经30几岁，一定惯习。一定咧上班哦。对，一定惯习上班。咱公司该做12点上班，你感觉安怎？好哦。也毋过对我来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以我以早高中的时阵，我5点外起床哦，我爱6点去坐公车，因为我伫台南市上班，我住伫台南的庄卡，我就爱坐1点钟的校车，坐1点钟的校车到遐了，我到还未开始上课，可能7點10幾分，20幾分，7點半開始上課了開始摒掃了去升旗了倒來，佮歇困一下啊，開始上第一節課。哦，你看我5點我就起來安尼。你當然囡仔嘛，係啊，安尼會使鍛鍊你的迄種啥？無，我攏困無飽。咱正方的人啊，伊就講吼，就是贊成的人啊，贊成的人啊，伊就會講吼，為學生的角度來看，伊會當困較飽。對，啊，學習的壓力會當較少一點啊，唔免講啊，逐工我就是咧趕這個時間啊，就愛幾點起床，有當時8點開遲到，你用記過啊，警告啊，安尼。但是我感覺啦，以我來講啊，吼，你若講9點半上課，我嘛是拖到10點。是啊，迄正常，嘛是我嘛是安尼。係啊，對無？係啊，所以囡仔，咱囡仔人就是較無迄種意志力，所以有當時愛有時間來甲咱限制。對啊，反面就是你這個講法。
另外一边的讲法吼，伊就是讲吼，你安怎？伊就是拢会知道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爸阿母啊要送查某囝囝，伊嘛爱上班啊。对啊，伊嘛需要上班，要配合伊上班的时间。所以这个政策咧改，毋是遐简单，讲为7改做9遐尔遐简单。所以咱的教育部吼，伊就讲吼，即摆一定2021年嘛吼，今年的2月，会互大家一个答复。哦，因为上重要是讲吼，这个提案已经有5000人来赴议啦。到即摆已经9000几个人。哦，真的哦，已经超过5000人啊。一直咧增加，伊5000人的成案嘛。啊，机关就爱互一个回复嘛。回复。对。所以教育部今年的2月，会互大家一个讲法啦。对。嘿，到底要改唔改？嘿，啊要安怎改？嘿，啊若无要改，伊是啥物款的立场甲讲法会互大家来知影呢？是啊。啊，咱讲到吼，学生仔吼，有可能拢困上晚，迟到的时阵吼，咱今仔日吼，要来教大家一寡困。好。睡觉的一寡艺术个俗语，咱小编甲咱讲吼，温馨啊困，安心入睡。对。所以咱吼唔好做亏心事。所以半暝啊，迄鬼仔来敲门，你嘛唔惊。对。你得温馨啊困。对啊。我拢平时啊，应该拢是我足忝的时阵，我较有法度，目睭一开过10分鐘，我就困去。好。啊无正常吼，我就变来变去啊，伫遐想空想芳啊，啊，就伫遐想。所以你真歹困落眠，真歹困偏。对，一句你就是这真歹困偏。对，啊，咱后一个要讲的就是落眠。好，困袂落眠。困袂落眠。像你安尼就对啦。我就是连咧看黑眼圈有无？安尼你身体有问题。无啦，迄是因为我无法度，可能明仔载要做的代志，今仔日一定发生过的代志。一时间就甲放掉，我无法度。然后有当时啊，规暝困袂去。啊，你爱学我？我拢一看到梦床就困。哦，安尼足好的呢，我做欣赏的。对啊，我做欣赏的。有的人就真好困偏，有的人就真歹困偏。对。啊，你若讲个困到足落眠的时阵吼，你会嘛人讲你迄个人困到足沉的。对。哦，我讲这是对我来讲最难得的一件代志。哦，真幸福，像你讲的吼。对啊，我困开，我就我就感觉精神足好，也毋过想着要上班，我心情就变足歹。你真正暝啦，困无落眠，早起要上班，或者就3杯爬袂金安尼吼。3杯，就是讲。3杯，这个台语足水的吼。你讲到迄3杯，迄种画面就出来啊。哦，你讲咱的小龟迄阵困无饱，早起来上班的时阵，目睭3杯吼，迄小龟迄个形就出来啦。对无？啊，再来，佫有一种啊做。你若拢下暗拢困，半暝啊拢搁伫遐咧佚佗，敢若要去做贼的迄种人吼，咱就通叫伊一种物件叫做暗公觉。暗公觉就是拢伫暗时啊咧活动。是啊。啊早时啊拢咧困啊咧。对啊，我放假我就是安尼。哦，你哦。我可能到4点5点我较困，啊，我较开始讲啊，开始咧讲啊，我就开始困到下晡2点。啊，就开始活动。啊，佮开始用到半暝啊，4点5点开始讲啊。哦，啊，你是正版的暗公觉。对，因为吼暗时我一天24点钟实在是伤少啊啦。因为一天24点钟，啊，你搁做上班了，下班你忝啊，你看一下电视的，看一下册，啊，耍一下手机啊，哦，一个啊，时间就到半暝啊。啊，你总唔甘啊困，你当然做暗公觉。我甲你讲，你手机啊放较少的时间就出来啦。啊，手机啊是一定爱用的啊。啊，看一个就好。我即摆无手机啊，我活袂落去啦。哦，啊，小可过一个就好啊啦。是安尼啊。啊，像我吼，你暗公觉哦，就做歹困甲8眠。所以你啊做暗公觉，你昨暝有困有饱无？你就困无饱。咱讲到这，我唔知影观众朋友对学生啊，高中生、高中生甲改做9点半上班有啥物意见？因为大部分的人吼，其实吼，我即马伫网络顶上看到吼，是两边吵到做。我跟你讲，我大部分的学生应该拢同意改到9点半啦。是。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可能拢较无赞成。就是感觉就是丢度一个啦，因为一方面是讲吼，家己的后生族囝会当
困较饱咧。但是一方面时间上若遮冷吼，我甲你讲，你若吼早起7点半去上课，伊可能暗时也会小可精神一个较早困。你一下到9点半啊，反正明仔载9点半才上课，无紧啊，嘿，那你要蒙拖蒙迄落对无？这种是人拢是安尼啊，有赞成的所在嘛，反对。无要紧，咱就看今年的2月教育部安怎来讲。啊，你有啥物看法？嘛会当留言甲咱讲，下里下咱大家来参考啦。对啊，安尼后礼拜这个时间，大家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12点就去困，下早8点9点就起来，困到足8点呢。安尼嘛无正常，11点之前就好去困啊。啊，早起6点7点就好。迄是你即马这个2月11点要去困。啥物？即马少年的，上要甲你12。以健康的知识来讲哦，暗时11点之前困才是健康的哦。是吗？因为伊讲哦，甲11点甲1点是咱的肝休困的时间。肝咧行，肝是伫多。经络咧行。肝伫多。肝伫多。所以肝伫多。我唔知我。你嘛学白比啊？好啦，这是我的腹肌。好，要好。对啦。你有腹肌哦？有练就对啦。哦，卖有练呐，对，有练啊，我有咧运动啊。对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